稍等，手机，手机。好，总统是心甘情愿被抱的吗？到了上面之后，看到这个花东纵谷的那个风光之后，有种什么感动呢？那个时候想唱一首歌。山川壮丽，风餐丰隆，炎黄石头为什么呢？就第一句话，山川壮丽。这个以前唱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，好，等到你上去看以后，300公尺也不算是高空了，看到那个景色就会很感动，就会想到这首歌。所以我第一次爬上玉山也是想唱这首歌，同样的感动。所以黄建庭的经验呢，让我们感觉到一个这么小的这个县市能够做到这个程度。各位，前一阵子最流行讲的就是货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发大财，有没有？他做到了，他不是口号，他做到了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那我去呢，当然他也带我去公益啊，这一次台大老人院啊，让我们也捐献了一些啊，他在帮台东做事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虽然外界报章的报道很多副手的人选啊，说我找不到副手，所以不选。我告诉各位啊，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黄建庭，从没改变。在这里给各位讲一个真实的事情。那我黄建庭也，虽然我是这个佛教的，黄建庭也接近啊，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，还有呢，我们也参加了几次啊，我是这个多广域的这个参加各种的宗教，我也参加了基督教，他也送我一本圣经，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也翻来看一看，让我的这个退选的心情确实宁静了很多。今天各位国民党呢，我现在已经无党了，各位国民党问一问，国民党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人才，像黄建庭县长，当然我那边还有好几位，他们现在都不愿意说出名字来，因为怕党纪处分啊。为什么不能被重用，被好好被发掘？国民党系统有问题啊！这么好的人才，为什么不能为国所用？最后呢，我讲我很可惜，我辜负了黄县长啊，辜负了国民哦，我不选，让这么好的人才流失诸远。我想提一个问题，我最近又有个构想，我想问一问，在座很多都是有台东来，又有很多台北市民，各位，我想科毕业2年、4年，2年后就要退休了。黄建庭够不够资格当台北市长啊？够不够？